主內平安，各位平安，好高興又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有一次，我有個朋友同我講，佢話如果立咗一條法，唔去拘捕人，唔去拉人，咁立呢條法嚟到做乜嘢呢？我唔完全同意呢位朋友嘅講法，因為立法嘅原意係要防止人犯罪，而唔係刻意去拉人嘅。立法係要叫人知罪，顯明人嘅罪，從而達到呢一個嘅防止人犯罪嘅目的。就好似呢個警方經常喺呢一個嘅媒體裏面去宣傳呢個撲滅罪行，目的都係叫人唔去犯罪，防止人犯罪，從而達到呢個社會安定。今日我同大家從屬靈嘅角度呢個觀點嚟到去分享罪同埋律法之間嘅關係。喺繼續講落去之前，我哋一同低頭祈禱。主耶穌，我感謝你，讚美你，多謝你今日俾我喺呢度去分享罪同埋律法之間嘅關係，讓我哋知道我哋每一個人都有罪，神唔喜悅我哋犯罪，因為我哋知道犯罪唔能夠討神喜悅，俾我哋知道我哋要遵行神嘅旨意，只能夠蒙神你嘅賜福，帶領我哋以下時間更加深入明白律法同埋罪之間嘅關係。感恩祈禱交託奉靠我主耶穌基督之名，阿門。上一次我哋講到呢一個嘅律法同埋人之間嘅關係，因為猶太人佢哋唔能夠完全遵守呢個律法，而外邦人就係指我哋呢啲非猶太裔嘅人、非以色列人嘅人，我哋亦都唔能夠憑我哋嘅良知嚟到去行善，以至到無論係猶太人，無論係非猶太裔人嘅人，佢哋喺神面前都唔能夠稱義。唯一嘅途徑就係藉着耶穌基督嘅救恩，耶穌基督嘅寶血，佢洗淨我哋嘅罪，令到我哋喺神面前能夠稱義，擺脫呢個罪惡嘅捆綁。呢個就係上一次我所講嘅內容嘅重點。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就係律法同埋罪之間嘅關係。保羅解釋咗人同埋律法之間嘅關係之後，佢繼而去回答一啲猶太人佢哋所提出嘅問題。有啲猶太人佢質疑就係話律法未嚟到之前呢，佢哋係生嘅，即係話佢哋可以做乜都得，自己諗到想做嘅事情就去做，唔會因而會犯罪。所以好多猶太人認為律法係惡嘅。保羅跟住反駁佢哋話：係咪真係咁呢？係咪真係律法未嚟到之前，你哋冇罪呢？你哋係冇犯罪嘅呢？保羅話：律法未嚟到之前，你哋已經犯咗罪。律法講偷嘢、偷竊係一種罪，所以當你偷人嘅東西嘅時候，你就犯咗罪。而未有律法之先，你偷咗人嘅罪，唔代表你冇犯罪，而係冇顯明到你嘅罪。所以律法個目的就係顯明人嘅罪，叫人知道佢自己犯咗啲乜嘢罪。所以無論律法未嚟到之前，無論律法嚟咗之後，人其實已經係犯咗罪。不過未有律法之先，人係唔知道自己犯咗罪。我記得我讀幼稚低班嘅時候，當時我只有4歲。我之前已經講過，我好鍾意喺小息嘅時候
去偷同學嗰啲嘅嘢，當中包括呢一個嘅零食啦、玩具啦，甚至係呢個零用錢，有我就會偷㗎啦。有一次我偷咗同學一部嘅玩具車，我好開心，放學拎過呢個玩具車返屋企玩。我哥哥見到我呢部玩具車嘅時候，佢好鍾意，佢用1毫子同我交換，我於是立即將部玩具車畀咗佢。佢好開心攞咗我呢部玩具車，而我亦都好開心拎住呢1毫子去咗一間嘅士多。我仲記得嗰間士多叫做中興士多。我仲記得我買咗2個餅，一個係合桃酥餅，一個係江蘇餅。我好快一住行一住食，食完就返屋企。好飽。2個餅對於一個4歲嘅細蚊仔嚟講係好多㗎啦。食完之後，我見到我二家姐，我同我二家姐，我喊住同我二家姐講：我話哥哥，我三哥偷咗我部車，搶咗我部車，搶咗我部玩具車。於是，我二家姐立即不由分說，從我三哥嘅手中搶返部車畀我。當時我二哥非常之憤怒，佢好嬲，但係又無可奈何。你睇下，當時只有4歲嘅我，因為貪心，我就偷咗同學嗰部玩具車。因為貪心，繼而我就欺哄我姐姐，甚至我二哥，話二哥偷咗我部車，搶咗我部車。你睇下，一個咁細嘅細蚊仔，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去有呢種貪念，有呢種惡念。你可以睇到人係非常之恐怖嘅一種動物，比任何動物係更加恐怖。不過任何事情都有因果關係。我幼稚園偷咗同學好多嘢，到我小學6年班嘅時候，我好喜歡集郵。我儲咗好多郵票，但係又冇錢買一本郵票簿，將啲郵票放喺呢一個嘅郵票簿裡面。我儲咗好耐錢，甚至後來我問我哥哥攞咗一啲嘅錢，我大哥攞咗啲錢，我就將呢啲錢就買咗一本好靚嘅郵票簿，將所有郵票放咗喺呢本郵票簿裡面，跟住返去學校裡面。嗰陣時我讀緊小學6年班，係最後1年喺呢一間學校裡面就讀㗎。我同學分享郵票嘅時候，同埋交換郵票嘅時候，好開心，好高興。咁喺小息嘅時候，我就將本郵票簿放喺櫃桶裡面，出咗去玩。返嚟嘅時候唔見咗喎！哇！當時非常之難過，同埋非常之唔開心。但係我當時亦唔知道點解，我冇去同老師講。嗱，你都會睇到呢個就係因果關係。我第1年入去呢間學校讀書嘅時候，經常偷同學嘢。到我最尾嗰年喺呢間學校讀書嘅時候，我最深愛一樣嘢就俾人偷咗啦。有陣時有啲事情，你會話係咁啱得咁巧啫，但係我好深信呢樣嘢就係有因就必有果。好啦，我哋又回歸我哋嘅話題啦。犯罪呢係人與生俱來嘅本能，人冇可能唔犯罪嘅。所以制定律法個目的就係顯明人嘅罪，叫人知罪，叫人唔去犯罪，有防止犯罪呢一個目的喺裡面。但係當呢個律法嚟到嘅時候，罪趁住我哋內心呢一種嘅貪念，呢種嘅惡慾，挑動我哋去犯罪，以致我哋陷於一個深淵，唔能夠自拔，甚至我哋會受到好嚴厲嘅懲罰。最近你會睇到香港呢一場嘅大埔嘅火災，人點解會用上一啲咁劣質嘅材料？目的只有一個，就係錢，
就係一種貪念，呢種惡念，而導致到好多人喺呢場嘅火災裡面死咗。你估佢哋唔知道呢啲物料係啲易燃嘅物體咩？你估佢哋唔知道呢啲物料係啲劣質嘅物料咩？佢哋知道，但係佢哋用上人嘅性命嚟到做呢個代價，呢種非常之惡劣嘅貪念嚟嘅。所以你睇到人嗰種惡慾，而呢個律法嚟到嘅時候，喺我哋裡面嗰種惡慾就挑動我哋內心嗰種貪念嚟到去犯罪。喺呢度我哋睇到律法係善良、係公義、係好嘅，而罪係窮兇極惡，係一種無形嘅殺手。我哋講到人唔可能避免去犯罪，我哋只有唯有透過耶穌基督嘅救恩同埋佢嘅寶血洗淨我哋嘅罪，同埋叫我哋唔好再去犯罪，蒙神喜悅，我哋一生就能夠得到神嘅祝福。我哋同一齊祈禱，主耶穌，我哋感謝你、讚美你，多謝你俾我今日喺度分享罪同埋律法之間嘅關係，俾我哋知道罪係惡嘅，律法係善良嘅，叫我哋知道我哋唔可以犯罪，叫我哋知道犯罪會受到律法嘅制裁。但係因為我哋人內心裡面有好多嘅罪，我哋不免都會犯上我哋嘅罪，以致我哋唔能夠討神嘅喜悅。喺屬靈嘅角度裡面，我哋更加唔能夠完完全全遵守神呢個律法。主，感謝你，因為耶穌基督嘅血洗淨我哋嘅罪，以致我哋能夠得到神嘅救恩。感謝你今日俾我呢度祈禱同埋分享罪同埋律法之間嘅關係。感恩祈禱交託係奉靠我主耶穌基督之名。阿門。